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Ocean Knowledge， 我係 Josie。相信唔少潛水員都喺水底見過墨魚，但係數到外表最華麗嘅墨魚，火焰墨魚一定名列前茅啦。火焰墨魚又叫做火焰花枝或者火焰烏賊，係花墨魚屬嘅一種，亦都係少數有毒嘅頭足綱生物之一。分佈喺印尼、菲律賓、新幾內亞、馬來西亞同埋澳洲北部等嘅熱帶海域。火焰墨魚有橢圓形嘅外套膜，喺外套膜嘅背側同埋腹側表面，同埋頭部、眼睛上方有好多凸起嘅鰭狀物。呢啲鰭可以幫助火焰墨魚喺海底前進。火焰墨魚係日行性嘅動物，棲息喺水底嘅泥沙區域，分佈深度由3至86米。佢哋會以表面嘅色素細胞進行複雜嘅偽裝，捕食魚類同埋甲殼類動物。佢哋原本嘅體色係深啡色，不過如果受到騷擾，就會喺體表、觸手同埋頭部快速咁樣閃爍黑色、深啡色、白色同埋黃色嘅斑紋。喺發動攻擊之前嘅瞬間，更加會喺觸手嘅前端顯現非常之 sharp 嘅紅色。喺目前所記錄嘅墨魚品種之中，火焰墨魚係唯一一種帶有毒性嘅烏賊。佢嘅肌肉組織帶有毒性，而鮮豔明亮嘅體色正正係一種警告色。上年喺菲律賓嘅 Anilao 有幸第一次見到火焰墨魚，不過當時嘅鈎繩入晒水，冇得影相，亦都冇得拍片，反而有機會專心欣賞佢嘅美態。希望第日再有機會遇到咁靚嘅火焰墨魚，可以好好拍攝啦。大家都記得要定時清潔鈎繩入面嘅 O-ring 啊！下一次再為大家介紹其他有趣嘅海洋生物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